头个等下咱过来，即马咱来关心要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昨下晡伊是去台北选委会遐交连署书，不过伊并无公布因送件数量，嘛无回应讲伊敢会选到底。也那连署的期间是一直有传出讲有违法的情形，目前真侪所在检调拢有在查。 我是送货出身的。千新扫一首一首的连署单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加以搭配偌配合，到台北市选委会交付连署书件。每一份连署书对我都是一份责任，我们会继续奋勇向前。 发表简单的谈话了后，郭台铭就离开啊。对着媒体问讲，是毋是参选到底？连署的事件送件数量偌济，拢无回应。郭台铭办公室讲，伊有车里中昼才截止收件，所以要等到全数送入选委会了后，才会公布这数字。不过讲总数远远超过289667人的标准。不过连署期间，各地陆续传出争议。 为伫过人的连署站铁门救来，因为互人检举有送每一位连署人管啊装的米酒。检验初一早起，同步收查台北、新北、过人同园4个地区连署总部，要进一步调查是毋是不法的代志。也那外岛的金门也查到3个人涉嫌收买连署书，其中一个4年的查甫人被收押。另外，外河中区的德联邦老大新检统促党副主席李宗奎涉嫌以1份300块换取连署书，和北检约谈了交保。也有新竹县新部地民代表会主席王正基。 甲国民党前中常委范成廉，因为牵涉提供民众400块的奖金，替郭台铭连署，和新竹地院归案禁见。国民党科技会是该开除党籍。委员一致决定，对于他的这个行为，我们处以开除党籍的处分。任何事情，其实议题我们都不要分心。我讲过，我是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把专注做，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，然后请国人来评价。 民问到违法连署事件一直爆出来，郭台铭无正面回答，只是讲专心完成连署。竞选办公室是强调，违法代志毋是伫个官方站点发生，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，也讲袂影响到郭台铭参选的资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